9月初3军人节哦，咱国内有超过2万间的企业甲店家推出建军方案。早起行政院长邓英泰出席建军记者会，嘛特别感谢国军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甲风台大雨救灾，拢伫上前线哦来保家卫国。另外，咱国军去年向美国买的291套无人机哦，头一批嘛已经送来台湾咯。国旗代表军民共同保卫中华民国的。评出陆海空3本的导型，结合零售业、产业业、油气业，展现军民共同保卫家园的意向。迎接93军人节，全台湾有2万间以上的企业店面遭建军方案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参加建军记者会，讲7个是国家团结的国军，无论是伫咧汉光演习，或者是风台大雨救灾，拢伫前线守护国人，无时无刻来自对岸各种军机、军舰的侵扰。他总是站在第一线，我们看到的国军官兵都在我们的前面，保护着我们，阻挡着对我们来的侵犯，不然是人为的或是天然的。民间企业用具体行动展现军民共心，让国军更加有信心守护家园，全力提升战力。去年向美国采买的291套 Artis 600MV 无人机，第一批这军来到台湾，提升国军的战力。从这近20年来，美国军售台湾上紧交会记录，国军也评估会搁再买1000台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讲 ，Artis 700也是选项之一。这个 Artis 600之外哦，他们也会有精进这个700的部分，Artis 700。那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这个联合战力的规划，如果预算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会来适时的筹获这样。因那总统赖清德讲，明年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3%以上，这么外界是一个注意国军采购的清单。郭立雄讲，下半年就会提出特别预算，向国际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